大家，你們有沒有遇到過有人做了蠢事，差點讓事情變得更糟的情況？比如一個親近的人粗魯或傲慢，引發了麻煩。如果有一個冷靜又聰明的人站出來解決問題，避免家庭或工作場所陷入混亂，那該多好啊！在聖經撒母耳記上第25章裏，有一個叫亞比該的女人，就是這樣的人。她的丈夫拿八既粗魯又自私，她侮辱了大衛，激怒的大衛準備消滅拿八和他的所有人，情況真的要變得很糟糕了。但亞比該挺身而出，她沒有慌張或拎住，而是收拾食物，裝在爐子上，去見大衛。她用智慧、謙卑和勇氣平息了大衛的怒火，阻止了一場衝突。這個故事之所以特別，是因為它指向了耶穌。就像亞比該站在拿八和大衛之間，耶穌站在我們與罪的後果之間。亞比該願意承擔他沒犯下的錯，而耶穌為我們擔當了罪。亞比該在衝突中帶來了和平，耶穌也在神與我們之間帶來了和平。但亞比該不僅止步於此，他還提醒大衛，神為你有更大的計劃，讓他想起自己是誰。有時候，當我們生氣或受傷時，很容易忘記自己是誰。我們想報復，想證明自己是對的，想自己解決問題。但就像亞比該提醒大衛一樣，耶穌也對我們說，相信神，把一切交給他，這就是智慧。聖經雅各書第3章17節說，神的智慧是純潔的，愛和平的，溫柔的，充滿憐憫的。智慧不是為了贏得爭論，而是為了創造和平。亞比該沒有被情緒左右，他選擇了智慧。而耶穌也教導我們同樣的事，不要以恨報恨，要愛你的敵人，為傷害你的人祈禱。為什麼？因為神看顧一切。那麼這個故事對今天的我們意味着什麼呢？他告訴我們可以在家裏、工作場所和社區裏成為帶來和平的人。我們不必捲入每場爭鬥，有些事交給神更好。我們也可以像耶穌那樣謙卑地服侍他人。亞比該的故事告訴我們，真正的力量不是證明自己，而是相信神，選擇智慧，在我們所在的地方帶來和平。今天有人拒絕了我的好意，或侮辱了我，讓我生氣了嗎？我想要情緒化地回應嗎？如果我像亞比該一樣選擇和平會怎樣？如果我們謙卑地搭建和平的橋樑，未來可能會讓我們驚訝。